钱呀！哎，老大，付账啊！我的钱都在你那儿呢。钱好像都掉在树林里了。哎，二位，你们谁付账啊？不是，那个掌柜啊，我们呢原本是有钱的，但是一不小心钱丢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赖账的都这么说，我见得多了。不是，掌柜的，我没有想赖账，我们呢只是途中遇到了一帮劫匪，然后我们……哎呦，一会儿说遇上了劫匪，一会儿说丢了，这出来想混神儿，先把谎撒圆了再说。这真没撒谎，是谁撒谎了？真是吃了熊先豹子胆了。哟，哦，摆个臭架子吓唬我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撒谎，那好，饭钱付了。哎，吃饭花钱这是天经地义，这个理儿说到皇上那儿也是这个理儿，对吧？皇上来这儿也是这个理儿，的确是这个理儿。不是，这掌柜的，我没有不给钱的意思。那你给钱，快把钱给了。老大，要不然你先把你那个金镯子拿出来，回头我给你买几个玉。不可能！这个金镯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那日在太原帮你当了一袋粮食，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赎回来了，这才几天还没带热乎呢，不能给你。掌柜的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呢给你写个欠条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，我给你送10倍，不对，我给你100倍。哎呦，呸！还10倍100倍，这混神的我见得多了，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。你撒着谎，小孩都不信。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家里真的很有钱。你别说10倍100倍了，1000倍10000倍我都给得起。掌柜，你醒醒好吧，好吧，回头真有重赏，还有重赏啊！哎呦嘿，我可等不及重赏了，我先赏你。小二，哟，还有吃霸王餐的，谁？他们俩给我捆了，送衙门。站住！一般遇到这种情形，别跑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